7颗钻石上。2개 팔랑 돼. 돼. 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欢迎收看《快乐汉藏语》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。老主座，今年老大了几把干苏和，大家记老着黑第一，头马的老的公民弄的能下就这些。下用拳头，拳头。可嘴，可嘴。制止，制止。三把，三把。轻柔，轻柔。将面，将面。阮恒咬住自己的小拳头，竭力制止抽泣。阮恒咬住自己的小拳头，竭力制止抽泣。然后给让给裤子啦所搭呢，我三把是。然后给让给裤子啦所搭呢，我三把是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要学习一篇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的童话故事。先来学习这节课的新词语、新句子。老主座，第二个字，俄罗斯长把不抓紧，托尔斯泰长比西中就赢。头马个今年的名气撒巴了几大？名气撒巴。焦渴，感动。喜出望外，嘎住前面。匆匆忙忙，这啧啧。小姑娘匆匆忙忙跑回家。东阿吉人日东阿日。嘉玲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地球上发生过一次特大灾害。那座，那俺么是啦，在国里头天把全部是熊牛的啊？啊，是吗？哦，阿姐。所有的河流、水井都干涸了，草木丛林也干枯了。秋冬全把草马他呢，夏冬拿着草马刚不去送的呀。一个小姑娘拿着水罐为生病的母亲找水。那些嘛是给那不比阿妈小姐，却都可呢，却咋啥送阿姐？她找到了吗？这你也有呢。她哪儿也找不到水，累得倒在沙滩上睡着了。么，这咋啥送那样？这热就怕羞，堂前呢，血统都你哭吧着呀。后来呢？给你。当她醒来时，罐子里竟装满了水。他喜出望外地端着新鲜的水，匆匆忙忙往家回。莫你先你答对，吃的呢，气功也的，没吃的功的可呢，残穷当穷些呢，抢了路吧这呀。好了，同学们，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，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？呀，老主座。个人的做了大差距，却这个明星的多个国的英雄，他念这些。焦渴，焦渴这个词儿有2种解释，这儿形容十分干渴的状态。感动呢，可以弄个人刚被动完了噻。
喜出望外。喜出望外就是遇上出乎意料的好事儿，所以感到特别高兴。噶做前面呢，老一年代比单中是雄伟，Sam 噶我帮没些巴拉个。匆匆忙忙，匆匆忙忙就是形容急急忙忙的样子。这真怎么呢？这话其实康巴没别我自己。同学们，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、新句子，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。老朱做，第二个名字沙巴的呢，老中写杂记，大家今年的经典啊。伦敦下雨，焦渴，焦渴，感动，感动，喜出望外，喜出望外，噶做前面，噶做前面，匆匆忙忙，匆匆忙忙，这真怎怎，这真怎怎。小姑娘匆匆忙忙跑回家，小姑娘匆匆忙忙跑回家。那边嘛，这真匆匆啊，抢的就送。那边嘛，这真匆匆啊，抢的就送。骗子怎么做啊？老朱错。这两个名词沙巴呢写一群，大概就话那作业写错了就是两件。我个他念道理，噶做前面几把的公样错句，写出上路什么东西练就。呀，老朱错，写出滥用大把的工人，卡，噶做前面，高雄，连着送。同学们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。老朱做，大家记第二后边他念沙巴的到加上这些。焦渴，感动，焦渴，感动，喜出望外，噶做前面，喜出望外，噶做前面，匆匆忙忙，这真怎怎，匆匆忙忙，这真怎怎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共同书写一下吧。第二我记他念沙巴噶中意的，大家今年的禁止一答啊。小动，云特，中档。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老朱做，第二个老师的年长教练员打的目击。